我们各地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要跟各位介绍因果的重要。你经常怨言，或者是你懒散的后果是怎么样情况呢？以后你未来的前途是如何？我现在讲一个公案给各位听。有一次，波斯匿王率领的大军呢，要经过佛陀讲经说法的道场，听到一位出家师父在诵经的声音呢，特别的好听。他就下马向佛陀顶礼，并且向佛陀请问了：假如你能够请那位诵经的师父出来，让我们互相会个面，我愿意布施10万文钱来供养道场。佛陀就回答说：你应当先布施10万文钱，然后你才可以请那位诵经的师父出来跟你相见。否则，等你看到那位师父以后，你就一定不会再发心出钱了。波斯匿王听了佛陀这么说，没办法的状况下，只好先布施了10万文钱来供养僧宝。可是，当他见到那位师父的相貌以后，心里觉得很后悔呀！没有想到声音清脆洪亮的那一位师父，既然个子长得这么矮小，而且面貌很不好看。他问佛陀：这是什么缘故啊？佛陀就告诉他：从前在迦舍佛延吉以后，有一位国王呢，发愿要为迦舍佛盖一座很大的塔庙。当时国王命令4位大臣来监工，其中有一位大臣呢，工作态度非常懒散，国王因此就责备他了。那一位大臣就很气愤地说：这一座塔太大了，要盖到何时才能完工啊？等到整座塔庙完工以后，他因为看到塔尖盖得很庄严，就欢喜布施了一个宝铃了，就将它挂在塔尖上面。由于他工作的时候态度懒散，又随便发出怨言，所以他500世当中身材都很矮小。但也因为他布施了一个宝铃呢，挂在塔尖上面，所以500世当中他声音呢都非常洪亮，而且悦耳。是这么一个原因产生的，这是在《贤语因缘经》里面有记载的故事。可见我们想要生生世世保有庄严的色身，就不可以随便批评别人所做的任何善事，也不可以说稍一碰到这种不如意的事情就唠叨的口出怨言，才能够避免以后自食恶果。佛陀告诉我们，除了不可以说粗鲁还损人的话语之外，甚至于连憎恨的念头也不可以有。因为心里如果有憎恨或者怨气，就会起烦恼，而使得身心都不自在，以至于影响到人际关系。所以古人说啊，没有憎恨的清净心才是完美而永恒的。常言说到了，面上无嗔是供养啊，口里无嗔出妙香，心内无嗔无价宝，不生不灭是真常啊。所以我们知道不能随便的埋怨，口出怨言，这个对你的修行上是会有很大的障碍。如果碰到不如意的事情，你马上要转个念头，赶紧念佛忏悔。我们唯独好好的精进用功念佛，不要去看别人的过失，人家做好事，你反而还批评别人，这一种没有修养、没有道德的行为，以后的果报必定是不好的。所以我们应该要很清楚，随时随地要自我检讨、自我反省，好好的念佛，那你生生世世你的果报就非常的美好。今天用经典里面记载的公案，给各位大家一起分享。阿弥陀佛。